澳洲领袖甲泽伦斯基去见川普，超俄乌战争，不过无实质的进展。瑞士手表品牌发表新广告，马豆 Q 宝贝这个动作引起种族歧视的争议。2005年，台湾米其林指南今仔日公布完整的名单，计共53间餐厅提过星。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有欣。澳洲领袖甲泽伦斯基去见川普，甲在这边无冤家，规个气氛有较和谐。虽然规个气氛有较和谐，不过川普甲泽伦斯基针对着这个和平协议，关系到交换地图，关系到安全保障，有关无结论是无实质的进展。虽然讲川普有答应讲会来协助乌克兰维护安全，不过敢是美国要来派军队？这站川普是无正面的回应，敢若确定讲会安排美国、罗斯亚甲乌克兰来朝停战，也普廷嘛同意会伫2礼拜内举行会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穿黑色西装赴约，来到北京，甲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这场会面甲2个月前来比，就紧张的会议气氛相对较和谐。President Zelensky, you look fabulous in that suit. I said the same thing. Yeah, you look good. I said the same thing. Yeah, looks good on I you. said the one that attacked you last time. See, now he's I remember that. Yeah, I apologize to you. Let's keep. And in the same suit. You see, I changed. You are not. 川普伫顶礼拜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会面了后，转向呼吁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伊表示，就算战争进行，也会当推动和平协议。All of us would obviously prefer an immediate ceasefire while we work on a lasting peace, and maybe something like that could happen. As of this moment, it's not happening. But I believe a peace agreement at the end of all of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very attainable, and it can be done in the near future. 随后，川普也甲多位欧洲领袖举行峰会，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梅尔兹、英国首相斯凯尔、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参谋欧平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领袖聚焦安全保障，马克龙是呼吁美罗欧甲欧洲举行4方峰会。I think as a follow-up, we would need probably a quadrilateral meeting because when we speak about security guarantees, we speak about the whole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And your indication of security guarantees, of some sort of Article 5 style guarantees, fits with what we've been doing with 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which we started some months ago. 川普把中断会议甲普京通话，讨论安排美罗欧峰会。会议结束了后，川普也发文透露，普京已经同意2礼拜内举行会面，会开始安排普京甲泽连斯基伫定定地点就结束战争展开会谈。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напевно, будуть розшиватись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і буде все більше і більше деталей, так як все це буде на папері, якимось чином формалізовано найближчий тиждень, 10 днів, як я вам і сказав. 川普也表示，有了罗西亚真紧就会释放就这名乌克兰俘虏。也毋过面对记者提问，敢是派美军到乌克兰确保当地安全，川普并无正面回答，只讲并无排除这种可能性，显示出伊的立场已经有所转变。公视新闻台为您编译。陆军集军团今日伫咧大甲溪南华进行弹炮的保养射击，这个任务是要来验证武器装备的维护状况。也国军伫咧屏东高兵基地做海空弹药射击，这边是第一届由中科院研发的快击无人攻击艇配合警方无人攻击机来进行海空的联合作战。2只无人水上载具伫海面对峙，画面倒边是海俄无人飞船，正边是中科院研发的快击无人攻击艇。快击无人艇加速热飞船，其实快击佫搭载同款由中科院研发的警方无人攻击机，头一届完成伫无人艇遥控发射无人机，实施无人载具海空联合攻击，顺利击败飞船。19国军伫屏东的九片基地周边海域进行海空精准弹药射击。飞机发射直冲上天 ，IDF 经过核战机升空，发射各组天剑2型飞弹，成功击掉飞机。专家分析，无人艇搭配无人机会当延长击杀链，而且战时无人载具消磨紧，快击甲警方拢是国产的，补充量能可望大大增加。当你有了类似一个空载母舰，未来能够在这个母舰实施了一个远距离航程之后，另外去做无人机的投射，去做攻击或做侦察。这个对于我们未来在作战的弹性来讲是非常好的。
炮声真大，震撼现场。同一天，陆军10军团选伫台中大甲溪南花阵地，实施年度重炮保养射击任务，包含 M109A2 自走炮15门、155公里牵引炮17门、迫击炮9门、42迫击炮12门、120迫击炮3门，拢总5项56门。验证武器装备维护的状况，加展现国军的战力。如果说缩减为半年的话，可以让官兵有更多的机会操作实弹的射击，那当然就可以验证官兵的这个战技战术的协调度。国军有拿强化自我防卫战力，根据美军声调机部的报道，16结束的美军联合军事演训北方打击，竟有超过500个台湾军人参加，而且根据演习干部公布，台湾为2021年以来，都一直拢有派遣部队参加这项演习。记者采访报道。来讲，台铁高雄车头接捷运的广场，早暗暝有一个查甫人举米缸刀啊，伫遐热烧。警察接到通报是随到现场，要求这个查甫人举刀啊弹掉，也留资料了后呢，就放伊走，互这个查甫人坐火车离开。虽然讲会依法送办这个查甫人，不过刀啊提出来了后，搁通坐大众运输。这站警察咧处理干务疏失，是去互检讨。提起查甫朋友甲头前乌衫的查甫人保持距离，热心民众精神病寒，因为对方手中提小型米缸刀，也一直将刀片为刀片塞出来。他是拿美工刀，他拿小小支的，然后他其实手上是一直都是拿着刀这样。民众讲，抓到的查甫人伫台铁高雄车站中央下定广场4过西，为高捷出站到台铁卖票区手中拢提米缸刀，烦恼有意外，赶紧通报铁路警察。看到他是跟在人群后面。就是大家都在玩手机，没有看到他。铁路警察表示，查甫人迄当时情绪明显无好，要求对方将米缸刀弹掉，心情平稳了后，才互伊坐火车登台东。也毋过安尼处理也防自己无妥当，因为警方原本以社违法上班，互查甫人离开之后，改以涉嫌恐吓公众罪函上检方侦办。检方也表示会定处检讨警员感受疏失。本分局已掌握特定对象，积极侦办。如果有旁边有人能制止的话，那就是可以跟他一起帮忙这样。可能就是会跟他牵手之类的，不会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这样子。今年2月，台北捷运也有民众伫车厢内摕米缸刀挂纸，也有撞风工程，将30公分长的线锯扎住车，搁互伊捅出来，这个行为拢强行的处罚。因为大众捷运法规定，规项物品较小克物件袂当进入捷运系统，工作用的道具也爱包好势收起来，若无上关罚100万。违反者除了面临罚款，也可能涉款刑罚，也是行政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也台北这边，台北捷运今日早起7点外，大家咧赶上班，所有一帮列车车厢内乘客手机啊向庆烟。捷运人员是赶紧引导乘客落车，摕灭火器来拍火。加载哦是无人着伤，列车嘛无去影响到无万分。旅客记录早起7点11分8节淡水信息线这台列车经过明环西路站了后，车厢内开始庆烟，大家开始向广州走，到后一站相连，真侪人走落车，也看到一位乘客摕小草尾带的手机。旅客表示，到相连站了后，就有这位人员摕灭火器来拍火。味道闻到应该就会警觉一点。车厢门旁边都会有那个紧急呼叫钮，我就可能会去按那个，然后都先跟车长讲一下这样的状况。台北捷运说明，这台由相连站往象山方向的列车，伫第一时间有旅客持对讲机反映车厢内有烟，情况中心随即是站长去处理，确定是一名大约50岁男性旅客，手机呛烟已经在落车，搁使用灭火器拍花，无烟过。确认为一名旅客手机冒烟，经引导旅客下车，并使用灭火器扑灭。系统营运正常。台北捷运表示，目前电联车每节车厢到柜台拢有灭火器，若发生火警，旅客会当摕来用。可呼吁旅客使用电子产品，爱证明商标检验标识，避免碰起来、破损、摔掉甲哪将电脑使用，若因为手机家己导火，影响行车运转，影响公共安全，严重者会当依照刑法第184条公共危险罪论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交通部公路局公布用药安全驾驶的指引，这个指引呢是列出可能会影响赛车安全的药像讲食什么药了后，可能会头晕，可能会爱困，互民众有了解、有掌握来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这是顶个月一架通电的客运伫花莲街路口在活的时，弄到正边的电箱，运将煞无马上停落来，警员到场进行酒测，无酒精反应，驾驶是讲身体无爽快，有食感冒药啊。你是怎样？有点人不舒服啊。你要吃什么药物吗？感冒药。
耶稣公会全联会捌指出，2023年全台湾有3000多人因为交通意外死亡，其中用药了后洗车是占10%，用这推算，每一年大约有300多人因为食药驾驶致使交通事故死亡。公路局头一届公布，定看到药安全驾驶的指引，除了爱困药散瞳剂，也有金马棒量剂、部分止痛药、感冒药，还有降血糖、加抗压制药，拢有可能引起爱困、头晕，也是无够专心，进一步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因为身体不舒服。那我需要去用药是人民的基本的一个权利，你很难去跟他，就是你也不能给他禁止，但是就算提醒说你吃了这些药，如果这些药它会有这些副作用，就是暂时不要开车。指引推动了后，敢要进一步修法。公路局表示，若是发生交通事故，即马拢已经有相对应的处罚规定。指引是希望对源头提醒，也希望进一步透过医师啊药师在开药和用药的时，加民众教育。饭前血糖基本来讲的话，我们吃完药之后，我们就要立刻就要吃饭了。对啊，因为它会马上让我们的血糖整个就下降，就会造成的就是说整个有低血糖的一些症状出来，这反而会造成一些盗汗啊，然后身体不舒服啊。药师也提醒讲，若准要洗车，要注意食药的时间点。另外，若准身体有落屎的状况，可能是因为欠钙离子致使头晕，也无适合驾驶。还有天气上热，若有着雪的情形，也可能会头晕头痛。上好是莫洗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品牌打着基是中国这条红线，引起中国人不满，可能就要面临中国人无爱买，造成销量、造成利益来减少风险。来讲到因一张相片内底女色目睭沙尾，就互中国人真无欢喜。DNG 因的广告做讲用伫食意大利的料理，就互中国人批评讲是咧考试中国的文化。即马瑞士手表品牌 Swatch 发表新广告，嘛引起争议。广告当中，一个 model 抠目尾这个动作，就互中国人认为讲是咧种族歧视，大力来抗议。虽然讲 Swatch 随回失礼，甲广告摕落来，中国人有言讲无爱买因的商品，要甲因抵制。柑仔色的手表真显目，毋过镜头向顶面刷看到平面广告相片的查甫 model 用手咧编目尾，正做目睭微微的造型，就是安尼相片引发种族歧视的争议。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模特本身也是一个亚洲模特，然后他做一个这个拉眼角的手势，就这个手势，他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是带有种族歧视的这个因素的，所以来说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张相片真紧，就伫咧中国的社交媒体引发强烈的抗议，认为这是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部分民众认为相片要刊进前一定有经过审查。品牌的高层说，有关发布这张相片，真可能根本就无重视亚裔族群的想法。外媒报道，Swatch集团旗下也生产 Omega、Longines、Tissot 等牌子的手表主要收入来自中国市场。在2024年的集团销售额当中，敢若中国、香港甲澳门的占比都有27%。虽然Swatch官方紧急发布会失礼的声明，佮表示对这件代志非常重视，也随甲广告对全球的官网提掉。不过已经引起中国网络呛声讲无爱买要甲伊抵制，甚至佮有网友想要甲model的国籍甲名吹出来。They already apologized on a long-term basis. I still think the business is going to pick up because it was not really intentional. At least it was not the intention from the brand. It was just maybe some uncareful decision made by the photographer who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China. Especially when they use Asian models, they should pay this attention, like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实际上，最近几年，中国的消费者常常对侮辱中国文化，也是威胁国家利益的牌子发出抵制，包含2021年 H&M、Nike 甲 Adidas 等流行牌子，因为烦恼新疆涉嫌侵犯人权的声明，拢互中国消费者发起大规模抵制活动。公司新闻台视同朋友。负责测试以色列甲哈马斯停战的埃及官员表示，讲哈马斯已经同意和以色列停战60天，也其中一项条件是交换人质。记者到这以色列的战车出现伫加沙的郊区，看到人讲这是以色列用来顶军力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伫中商院希望和以色列甲哈马斯停火。埃及官员讲，哈马斯已经同意甲以色列停火60天的协议，条件之一是放出一半封关伫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并且交换以色列放出部分巴勒斯坦的犯人。目前等咧等以色列回应，然而以色列国内也继续抗议，要求总理纳坦雅胡同意协议，和搁伫咧加沙的50名人质赶紧放回来。以色列的官员相信其中有20人搁活咧。 שוחחתי עם שר הביטחון והרמטכ"ל על התוכניות שלנו לגבי העיר עזה והשלמת משימותינו. ואני, כמוכם, שומע את הדיווחים בתקשורת, ומהם אתם יכולים להתרשם מדבר אחד. החמאס נמצא בלחץ אטומי. 加沙灾民真期待的救援物资总算是对空中弹落来啊！因提真大卡的布袋啊，伫涂骹接，也因为已经摇真久啊，灾民伫分配地点互相下来下去，足惊动作较慢，就摕袂到食物。国际特赦组织上新的报告，控诉以色列当地加沙实施超过伊的游击行动，系统性的破坏巴勒斯坦人的健康、福利甲社会结构。 نواصل العمل مع الأشقاء في مصر للتحضير لعقد مؤتمر 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القاهرة في أقرب وقت ممكن. 加沙卫生部指出，到17日为止，夭折的加沙灾民增加到258人，其中有110个是囡仔。另外，联合国瓦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甲工作署也伫社群平台 X 表示，加沙有100万名女性当咧面对大规模的袭击、暴力甲虐待。然而，以色列对这款的指控目前无任何回应。公司新闻新路背背约。 念歌是咱台湾珍贵的传统艺术，今嘛念歌是念去到马来西亚受到大欢迎。台湾美美啊笑念歌团甲在地布袋戏团伫槟城五戏节合作，未来展现无同的文化结合。带我向前甲问一个分明啊！ 精彩的说唱艺术，甲观众带入去牡丹亭悠远的情景。台湾美俏念歌团甲马来西亚普隆布袋戏小玉龙将中班港台，让观众体验传统艺术的跨界新风貌。第2届的槟城偶戏节，除了传统的偶戏表演，也让当地的民众领略台湾面歌的魅力。观众坐甲甜甜甜，我实在有去惊到啦，想袂到讲离台湾3250公里以外的所在。 要有这么啊侪人啊，对着台湾的念歌啊有兴趣。The Puppet Festival is a very good idea because it brings many troop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Malaysia as well as Indonesia and Taiwan together, so that they can perform together with each other as well as to perform for each other. 这是台湾社区念歌班的学员头一届出国，甲周成过台湾搬进舞台。这段故事呼应华人落南洋的主题，也是念歌国宝杨秀卿专场好戏。我这届头一届出来，就是爱最认真，爱争取这个公园转去。毋过跨国合作挑战袂少，无论念歌还是布袋戏，拢惯是话戏，也就是爱对观众的反应随做表演。抗拒讲有剧本，因为细汉开始就是安话跨国合作嘛，大家的这个默契还没有建立起来啊，所以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剧本咱较保险一寡。念歌伫台湾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演过是一般人的娱乐，却因为戒严甲国语运动渐渐失传。即马美俏念歌团团长观察，严格定义的念歌表演者较无10人。拜杨秀卿做老师的伊，讲到遮侪年传承念歌的动力。伊对着念歌安尼一世人的安尼付出的传承，伊遐侪岁啊，伊搁咧继续做阮是有啥物理由讲我无爱我做这个票呢？即马都无人看。 无啦，无迄个代志。无论是念歌还是布袋戏，这阵艺术一直用上真诚的演出，甲传统搬起哩舞台，搁一直创新，都是因为这个做戏的热情，互私民艺术会当跨越国界，进入更较侪观众的心内。记者采访报道。2025年台湾美纪念指南今仔日是公布完整的名单。 这届有3间餐厅摕到3册，也伊讲同款是伫咧名单内摕到8连霸，而且有7间餐厅，佮有8间餐厅新入选摕到1册。也即边摕到1的餐厅呢，主要是集中伫咧台北、台中、甲高雄。咱府城台南真可惜是无摕到册。嘉义新鲜的樱花虾加上
富饭 Q 的口感吸引不少人客眼光。这是台北一间有名的日本料理餐厅，为米其林1星今年升2星餐厅。非常的感谢米其林团队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肯定，在现在这个餐饮非常严峻的时代里面，然后可以一直的前进。今年台湾的米其林2星餐厅有7间，包括永科、豪宝乡甲叶国平等餐厅，其中北市有3间餐厅，拢为1星升2星。另外第3星部分，包括台中以新加坡菜有名的 JL Studio， 创8连霸纪录的义工甲台北台湾菜餐厅的泰瑞。今年的米其林指南有53间餐厅摕到，其中有部分的餐厅是头一摆摕到1星，像台北这间天妇罗料理，选用时令食材，佮搭配日本传统技巧，得到人客甲米其林1星肯定。面衣也好，油温也好，在油的选用上面都是在台湾算是独树一格。今年米其林提醒的餐厅主要由源以台北、台中、甲高雄为主。另外，这摆新进评选的3座城市，包括新北市、新竹县市，全拢无用班车。一向有美食之都号称的台南，是继续发亮。总共有7个城市共同来参与这次米其林的评选，把台湾的实力的丰富跟多元，向全世界做个介绍。退厨艺的这些新兴主厨，应该给新北跟新竹还有台南多一点指导跟鼓励，因为他们的 DNA 其实会带动米其林的这些密探会有多一点这个关爱的眼神。交通部表示，希望借由美食，予全世界认识台湾，同时促进观光。随米其林名单公布，也会带动人客准备登贵美食之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也讲到米其林指南，法国是公布上新的1星名单，当中有1间开伫咧巴黎日本的寿司餐厅。这间寿司餐厅呢，伫咧2022年就捌摕过1星，不过摕到星3个月后呢，这个总铺师等于破病来过身，就咧失去米其林迄粒星。也这个总铺师因太太是继续做餐厅，即马是甲米其林1星摕倒转来，伊正做第1个做寿司大星的女性。伫法国巴黎一间传统素食餐厅，风格简单低调，无大，毋过真经典。规个餐厅只有9个位，毋过详细看壁顶悬有一个正影白的红色房仔，顶悬写2022年米其林1星。这间素食店即卖负责人是54岁日本女性木村千鹤子。2021年，伊甲先生到伫巴黎蒙马特区开这间素食店。仅仅伫2022年3月，就得到米其林1星肯定。遗憾的是，伫3个月了后，先生就因为破病过身了，了后也失去迄粒星。俊英はその時代もうすでに病気に侵されておりまして、彼を助けるためにここが始めたのがきっかけです。で、もともとは私はツーリストの仕事をしておりまして、ちょうどその時にCOVIDで仕事がなくなりました。ですので、その機会を利用して私はここを旦那と一緒に立ち上げ、そして仕事を手伝うことを決めました。原本做导游的陈父子就安尼对先生的脚步，为切鱼啊准备开始学，行到这条过去真少女性参加的素食之人之路。伫倒3天甲学的时阵，迄时阵爱去照顾破病先生，过程是真艰難。旦那の料理のしてる姿を見て覚えたり、また休みの日、夏休みなどになりますと、他のレストランのシェフのところに行ってトレーニングをしたり、また今現在もシェフの下で魚の切り方すべてのトレーニングをしてます。莫非这间店破获1星肯定的先生，莫向前父子系委员，希望伊守住这间店，为实现承诺，甚至伫先生过身的迄一日，这间餐厅也保持营业。总算伫3年后，前父子甲这间餐厅搁一摆摕到米其林1星。伫男女总铺师无成比例米其林指南当中，也正做第1类提醒的女性素食职人。女性だからというのは別に特に意識しておりません。对前后子来讲，伊摕毋是新的米其林1星，是要摕回先生被夺走的迄粒星。属于伊家己的米其林提星之路，即马才拄要开始。公视新闻洪如梅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